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长的选战，国民党的郭志温展开10天的西高雄的扫街宣讲的行程，昨暝来到大基美地区，甲立委江启臣咧分析着选情的时阵，袂记哩关麦克，结果讲一寡私密话，拢去互听到咯。郭志温讲，以早高雄客家原住民拢是国民党的票，即摆袂使哩咯。20年无伫咧高雄执政，全部去了咯。听会出郭志温对家己的选情是真担心。早起记者甲问这条，伊嘛真坦白，讲国民党伫咧高雄确实是真弱，也阁有真大的努力的空间。但其卖是讲伊咧推动市政是无咧分党派。国民党讲市长候选人郭志温想要拼出更侪选票，展开马拉松式车队的扫街，看起来袂真忝，不过心情也是真烦恼。选情前一暗车队驶入去大基美地区，和立委江启臣合体，不过两个人敢若是袂记得甲麦克关起来，嘛讲出真心话。这客家都是蓝的，都是蓝的，基本上你看那啦，原住民也都是蓝的，现在都不行了。20年没有执政从屁了了。郭志温伫伫海头伫镜头前讲出对选情的无奈，透早面对媒体问题，嘛讲对即卖状况真正真有感觉。真的是过去大家都是属于蓝营的基本盘，那现在真的是整个资源不对等的状况之下的确有非常大的努力的空间了。另外，同款坐车来扫街拼声量的高雄市长陈其迈，边仔阁有对议员候选人，嘛展现出伊担任家母的角色。针对郭志温的心内话，伊嘛列出政绩来解答。我们不会在施政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到哪里是谁的铁票，或者是谁的怎么样建设有所这个偏颇，不会。我一向的原则就是不分党派。来推动市政。强调民众若是有需要，就会部分拿力来做，袂伫选举的时阵才要调工讲这个话。这段回应，敢若嘛是咧考试对手郭志温的单位有选战的考虑。